各位大家好，我係 Darius， 今日就繼續講 Geo 嘅故事。一粒隕石從天而降，烏魯經過，攞住 Another Capital 嘅力量，原來係二重再一次到來。喺朝九晚五堂，莊吳佢哋從新聞上得知呢件事。窩子解釋 Capital 曾經同佢哋戰鬥過。喺涉谷，加賀美都見證咗隕石嘅墜落。喺墜毀現場，莊吳被偷襲，好彩鋼鬥王保護咗佢。Geo 都加入戰場，佢哋將其餘嘅二重打敗。危急之際，閱讀再一次時停，回憶起細個嘅片段。Geo 不甘示弱，用上預知，成功插向影山。鋼鬥用上必殺技，但係俾 Another Capital 踢走，救咗佢。返到朝九晚五堂，加賀美解釋 Another Capital 應該係似車上，曾經係 Seto 嘅成員，而 Punch Hopper 係影山，兩個人係地獄兄弟。因為當時影山變咗做原蟲，所以要消滅佢。喺閱讀嗰邊，佢回憶起一個神秘嘅男人，門此事解釋而家嘅時空扭曲同閱讀有關，並帶走咗佢。喺倉庫，影山想偷襲莊吳，目的係引出加賀美。加賀美變身衝向 Another Capital， 莊吳同時發現二重嘅隕石，變身成 Force Armor 衝向隕石。喺戰場，窩子轉用惑星形態，用水金地火木土天海 Explosion 成功打敗 Another Capital。不過此車轉用 Kick Hopper 嘅力量踢擊，趁機逃走。喺宇宙，Geo用 Rocket Drill Kick 成功破壞隕石，但係發現有一粒重大嘅隕石。莊吳佢哋去解救加賀美，唯有將科蛇同銀河嘅 Watch 掉俾佢。不過其實係用小道具幫手解綁。鋼鬥用上 Clock Up， 但係俾兩兄弟壓制，亦搶走咗 Watch。烏魯認為地球唔需要被毀滅，所以偷走咗 Watch。喺2058年，門此事帶閱讀去細個嘅屋企，小閱讀暫停咗時間，哥哥帶走咗佢。喺呢個時候，小羅就趕走咗佢哋，將 Watch 交俾佢哋。喺戰場，雙方必殺技打到對方解除變身。莊吳趕到現場，各人變身。Geo 同窩子衝向隕石，窩子轉換太陽形態，用上熱力消滅二重。喺另一方面，加賀美得到 Capital 嘅認可，變身成 Capital， 用上 Clock Up 對戰。Gaze 用上 Finish Time 打敗影山， Capital 都成功消滅 Another Capital。喺宇宙，三人用 Trinity Time Break Burst Explosion 成功破壞隕石。戰後，加賀美交 Capital Watch 俾莊吳，而下一位嘅騎士即將到來。以上就係今日Geo嘅故事。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可以 Like、Share、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 撳隔離個啷啷，或者donate follow IG。我哋下次見。